花莲403大地震影响到当地观光甲经济，即马为着要振兴地方的产业，台东县政府也佮花莲县政府是做伙来合作，成立数位平台，用城市的货币来消费，就会当摕到优惠。手机摕起来扫 QR code， 即马去花莲佚佗的旅客，只要你有城市币，都会当去特约的店家来抵消费，唔但是会当拍折，阁会当来累积点数。导消费者来到旅馆，来到民宿的时候，他在房间其实就可以去做一个消费、选购伴手礼的一个体验。那这样子基本上，因为有时候民众来到花莲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伴手礼都买到。花莲在地震了后是百业萧条，尤其对观光业的影响是有够大。花东一家亲的台东，这时阵是出来合面徛同齐，提出经营效果袂歹的台东币，和花莲县府合作，希望两县共好共存。这次一次拿2000万出来，一个人就1万枚1万枚其实以现金来说，大概是1000块。目前我们的注册的台东金币的用户大概就到15万、16万，他们很可能就会特别来到花莲。但这种方式感真正会当帮助到花莲今后的产业，观光业才有无共看法。台东在这个数位点数的部分的话，其实已经做蛮久了，所以我们知道好像蛮多的台东民众其实已经手上有蛮多的点数。其实我相信还是会有一定的注意啦，但是其实对我们花莲目前最大的旅游现况大家受到影响的还是对于恢复旅客来花莲前来游玩的这个安全信心。花莲县政府预告讲，第一波要伫个7月初2到初6，伫花莲火车头，无预警来发100万的城市币，大部分拢有价值1000块的点数，嘛鼓励花莲的店家会当加入变做会员，加一个平台来做生意，就会当加一个希望。记者综合报道。